喂，咁而家就講下呢一題啦。咁點解呢題咁簡單都要講呢？因為我頭先黐咗線呢，我乘呢個 expand 出嚟嘅時候呢，唔記得加 coefficient 黐咗線，咁就都係照成題講啦。咁佢就話呢 mn 再加 x 嘅六次方等於 summation I 去由零去到六啦，aix 嘅 I 次啦，and 一加 mx 嘅 n 次等於 summation I 等於零去到 n bix 嘅 I 次，咁就拆翻出嚟啦。咁今次要加 coefficient 啦，咁咧為咗方便去計啦，就調翻轉啦，x 加 mn 嘅六次，咁即係 x 嘅六次加六 mn x 嘅五次，再加15 m 二次 n 二次 x 嘅四次，再加跟住等於咁咧，因為佢下邊咧要揾嘅係 A5同埋 A4啦。咁其實個 A 係咪嗰個x 嘅六次其實係唔使計嘅，可以直接由佢喺個加點點點入邊包埋啦。咁就等於 A5x 嘅五次，再加 A4x 嘅四次，再加點點點，咁就可以見到啦。A4係等於15m 二次 n 二次，A5咧係等於6mn。咁繼續啦，咁我就講翻先啦，唔好喺度塞啲數喺個 n 嗰度啦，直接計啦，拆出嚟啦，一加呢個 NC1啦，跟住之後咁其實我已經記得啦，咁佢第一個 term 係 n 啦，個 coefficient 係 nmx 啦，跟住再加 n 乘以 n 減一 over 2嘅 m 二次 x 二次等於8，再加點點點，等於 b0 再加 b1x 再加 b2x 嘅二次，再加點點點。咁 b0係1啦，不過佢唔使計，就唔使寫啦。咁 b1咧就等於 mn，b2 等於 m 二次 n 乘以 m 減一 over 2。喂，咁就可以塞翻呢啲 if 乜鬼嗰啲啦。A5 加 B1 等於14，6mn 加 mn 等於14，咁7mn 等於14，咁 mn 等於2。跟住咧 A4 減 B2 等於117 over 2，咁就係15m 二次 n 二次減 m 二次 n 乘以 n 減一 over 2等於117 over 2。咁通咗分母先啦，30啦。咁佢 m 二次 n 二次即係 mn 二次，咁咪即係等於4咯，2嘅二次。跟住咧 mn 咧，因為你乘咗佢啊嘛，乘咗佢之後，咁首先咧呢一個係 m 嘅二次 n 二次啦，跟住再加翻呢個 m 二次 n 啦，咁呢個咪真係等於4咯，即係2嘅二次呢個。咁然後咧呢個就等於 mn 再乘 m 啦，咁所以咧就可以直接代翻個 mn 個數啦，即係等於2m
117/2，咁個2就可以約咗佢啦。咁即係 m 係等於117減30乘4加4，再除2，咁即係等於1/2。咁就到 n， 哇好簡單啦，咁咪即係2除2，0.5等於4。咁就記得啦個 coefficient 啊，要加 coefficient。